劫机呢，这么乐呵干什么？1980年的土耳其航空293号航班上，本来这只是一趟从慕尼黑飞往阿卡拉的常规航班，全程才40分钟，谁也没想到会遭遇劫机。飞机刚起飞没多久，乘客们就被通知，激进伊斯兰武装分子已经持枪控制了飞机。一开始大家确实慌了，女乘客还被要求立刻遮住头发。但这时候有个叫卡松的战地记者站了出来，看到这一幕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，而是想采访劫机的人。一开始劫机的人理都没理就走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另一个劫机者居然折返回来，爽快答应了。随后卡松被带进驾驶舱，一进去直接看呆了，里面的人都在笑，气氛诡异又欢乐。更离谱的是，飞行员居然跟顶着枪的歹徒开玩笑，别把枪抵在我脖子上，我怕痒。后来卡松才知道，这些劫机者根本不想伤害任何人，他们劫机只是想把飞机改道飞往阿富汗，去加入反抗苏联的战争。当年机场保安特别松，他们的枪都是藏在书里偷偷带上飞机的。最后飞机被迫降落加油时，警方趁机行动，把所有劫机者都逮捕了。而卡松因为全程跟劫机者待在一起，还被误当成同伙一起抓了进去。不过很快就被释放了。他拍摄的这些照片，反而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了，也是很模范啊。